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客家苗路學耶，我係圖書中阿中古，今日要大家共下分享嘅主題係考試，談到考試，你係頭腦別滾嘅係冇老阿中古強樣，唔過真嘅吼，人生從細到大，真嘅要當到冇強樣嘅考試，不管你係學生嘅時期，讀書嘅下，期中考、期末考。甚至你有啲人還愛考高中嘅會考，你還會考，我這樣子還很多基礎呢、基層呢，還有也講你考大學嘅學測，自考很多分科測驗，甚至有啲人去社會過後，出社會過後咧，有啲人愛考公職，公務人員沒有考是高普考，還有咧有啲嘅技術人員，比如講你係考先生咧。執照，又係講考醫生嘅執照，又係講要考歷史嘅執照，倆都係考試。人生有很多考試，談到就會頭腦別滾冇想啊繼續談下去。唔過係講倆下限啲嘅讀書，唔聽錯，我來聽下來參加基本嘅主題，加定嚟3片段嚟過倆嘅短劇，本大家了解到拄到考試嘅下。樣板型來準備，你係會寫筆記、會寫視譜嘅人係冇啊？有一個大擺度裸考，直接冇看書去考試嘅人，還有一個你要自家嘅空扣，有哪條是要注意到嘅素材，大家聽下聽聽。阿中古今日基本嘅課程了。阿飛，你因為啲啲還忙轉無，係唔係發生乜嘅事情？唉，主要最近期末考會多咧，我溫書嘅功課輕啦，吃到壓力動態呢。考試你一步愛學習嘅知識，學習又較困難。唔過你頭擺學習咩唔會差啊，因為你不按緊張咯。唉，這是之前的課程較簡單，我還聽得到，但是你下越學越多，我就聽唔到嘅啊。冇唔錯，一擺嘅課程老頭擺相比，真嘅難較多呢。係啊。一下嘅英文真件千難，先生啲嘅講，我就唱唐人啲嘅講，我係成班呢。錯，一下嘅英文老頭擺嘅基礎文法，真件冇乜強用，複雜動盪呢。係啊，還有數學真件千難，幾條數式我全部看得識，但是調強下，我就頭腦痛。錯，數學公式要配起來，真件要花動多嘅時間。故說啊，我將會少也多嘅期末考，你會驚阿爸係咪失望啊？其實我咩係。唔過，我想我呢本自家有動態嘅壓力，按用電腦考試法考唔好呢。樣板講咯。因為本自家壓力太大，我緊張頭腦乜嘅就記唔起來。但是真是冇法度好唔緊張，到大中啊，我有考試呢個東西。我咩冇中意考試，唔過我想有考試呢個東西，應該有幾個意義。考試還有乜嘅意義？唔就係要考到好嘅成績，將有好嘅學校、好嘅條路。哎呀，唔單止按樣型啊，還愛測驗平常時，學生對知識嘅了解程度啊。係按樣麼？係啊，透過分數嘅高低，本學生係自家了解對知識嘅內容。原來考試嘅目的係按呢啊，但是你下容易當場就反倒正來，變到為到考試將來讀書呢？錯，你下睇自家都係為到分數將去讀書，唔係攞重點標的學習知識當紅。為到分數將來去讀書。按樣，你唔但將冇學到知識，變到咩會當天壓力當大呢？錯啦，按樣就會失去原本學習嘅意義咧。聽按樣講，我又知道我壓力又較減少呢。按樣要幫助到你真正當好。原來係按呢，原來好好學習知識真係重點。按樣我哋行呢度係講考察，聽錯就做得好好學習。冇唔錯，本身考試就唔係重點嘛。重點係幫啲學習知識當紅。哇，按之前唔見同我分享很多東西呢，我壓力真係減少當多誒。唔是客氣啦，能幫助到你真件當歡喜呢。按之前同我分享很多，另外還有其他考試冇做課程嘅問題，還做得到很搶高嘛？當然做得啊，佢下課，你做得強下讀書。佢一定冇問題，我哋喺附近呢有一條當好嘅圖書館。